语言就是一个文化的灵魂。以前就觉得它只是一个载体，可是这个载体有很多文化的意涵在里面。当我们对语言能够更掌握，其实就能够更深入文化。为什么我们的文化里面语言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呈现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当你认识文化能从语言开始，那孩子的他的文化的根基就会更加的扎实。那个族语如果只是教族语，没有回应到生活的话，它就只是一个族语，是一个语言。可是这个语言它要对到生活，它才会变得有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在收小米，我光是收小米这件事，给不者它跟那个收芋头它就是不一样。那里面的相关的词句就是在这个里面慢慢的累积起来。我尝试过找几个附近的国小，而且是原住民的学校，他们似乎被他们自己本身安排的这些课程，他们无法去调整，这是他们比较难的地方。他们自己有既定的课程的那个方向跟着，我就可能很难跟他配合。族语这件事情确实到了国小都会变得很弱，他们到了国小全部名字就忘记了，因为别人都是用国语名字来叫他，所以我们教过的这些东西，包括日常用语、跟作物、跟时序，有可能到国小这些几乎都要归零。其实我几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我们台东大学幼教系原住民专班的学生，还有研究生，都会去拜访我们 Damlak 的母语共学园。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学校，能够从部落的这个文化也好，或者从语言部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苏兆老师他们在这一块的这个经营，让孩子有一个另类的一个选择，也接受我们一般教育的一些规范，可是呢，更有自己母文化的一些这个生根滋润的部分，在这样的学校里面成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请大家一起支持Damlak母语共学园。